係啊，各位聽眾，嗰在歡迎人到對嚟邊咧學見嘅節目哦。這個禮拜呢，我諗嗰時接落去幫我諗定住我對去邊咧嘅時㗎，M 阿龍㗎 V 娃娃就就去吹七條老闆山去吹小白隻。這個禮拜呢，我接落去聽定這禮拜講無了嘅閒聊，接落去講閒聊，在係咪是閒聊無呢？特別接落去聽這禮拜嘅節目，特別要歡呼人嘅就是。因為我諗這禮拜頂這禮拜甲下個禮拜節目咧，我覺得是用stereo recording，就是講用立體錄音咧嚟互人聽甲經驗這七條路萬山嘅環境，所以人特別那是A來講，請人嘅耳壓機，請人嘅headphones 來聽，然後對聽到多邊正邊分開車來邊啊，是邊人正邊講話多邊講話，攏未聽到伊分清楚成個。你到底現場到底喺邊參望咗再去行呢？所以那是你 A 來講，就請你人請起個 stereo headphones。那無來講，那是你到 computer 幫點買無請 headphones，本時聽到我人講嘅話都本聽到，是講那是講要較趣味啦，無咧要成對望咗再去行咧，都要請人嘅 headphones。一集要你聽，當今講蝦米是閒聊，個蝦米咪講人看這個咧賣這個。金銀紙這正大叫做咩咧？安怎賣蝦米物件？這講是賣蝦米物件？賣新料，安公料，簽真係簽，新是這樣哦，新的料，OK。嗱，我頭去看咩手？呀，你OK，咱係新料是賣，嘛是最近嘛是生意好咯，清明好。這裡抓子安怎叫啊？這不是迄個人清明用的咯。這叫咩物件？這是紙子咯，清明的咯。這裡人講話叫做陰司紙嘛。這裡學叫我叫咩？我跟我無樣是講紙字本嘅。叫紙字啦。嗱，你看這古早這流行嘅咯。這裡叫做金紙啦嚇。對。嗰銀色嘅你本是叫咩？叫銀紙。銀紙咯。人去人趯磅嘅啊，趯磅嘅紙是安怎？咁我去小英 please。趯磅叫咩？8哦，8字，翕相影就 please，就翕相影哦。我覺得拍廣告啊，我做得真棒咯已。都是七條路嘅新料啊，人講無七條路嚇，你本身賣新料，本身賣新料店款嘅物件咯。你叫咩名咧？人再叫你名得一單。這是嗰啲人來買，人自己行下，自己吹款咯。แล้ว呀，即新料แล้ว個蝦米物件？嗰個青拖，這是七月嘅物件。七月嘅物件。清明嘅物件咯。七月有人無清明有人買哦，有人來買這青拖啲燒啊。做衫，這今年啊，人擺那度。哦，今年翕相影。叫咩？今年嘅煙啊。講呢？金門煙。超，你乜嘢叫金門煙？我未曉睇物件嘅。嗱，反正嗱，金門。哦，金門煙。翕啊，你翕金門煙本下金門煙。呀，攞嚟睇佢。金門煙。阿鵬。是啊，反正咯，特別這是山莊，一時無。哦，這有票頭啦。哇，南面嗰啲水你看南面。嗱，這大粒嘅款咯。哦，個大粒嘅金門煙。細粒嘅大粒。哦，這個咧，這是幾？這是人清明嘅人茶地方。對。咱係這個叫咩？蓮花節啊。蓮花節叫。蓮花節是幾時用咧？有人成日講人講西下面是用嘅咯。這裡幾套叫咩啊？這咪是衫你手錶後面咯。這種咪就叫咩啊？首飾咯嗱。這裡叫做首飾啊。首飾。一個我係白鏡嗰啲線嘅，摩登嘅係白鏡。都係糖分。都係糖分。看到 iPad 嘅。有 iPad 啊？哇，個 laptop 係 laptop 喎。個 Apple laptop 有 iPad 本嚟啊？我看到。我被古往了未了而家。你都係折餅嘅磚啦。折餅嘅金磚啊，你邊有嘛？你邊條條。哦，對。我尋累本。你俾佢 set 啊，反正就係嚟啦。set 嘅嗱，香個食家，反正係佢清明嘅咯。出嚟自己折啊？自己做。自己做，那下邊後邊有件抓本啊。即係人買了。哦，人訂餅了。你尋買淡薄，反正物件 QQ，等陣佢可能來嘅咯。OK。個青拖咪就水嘅了啊。做夠少少。這青拖這個就環保嘛對，這是人擺紅光嘅那金嘅咯。
แล้วไป即呢幾一人係講乜係隔用件啊？切種嘅席叫咩？江湖席咯。江湖席，即係你叫靈華席啦。哦，佢嘅仔咧，佢看到江湖席安怎看誒？咱เป็น每一種咧，咱就俾翕起來，咱個仔。這是江湖席，你睇隔咗前面有咯。誒，即係江湖席有一個較水嘅喎。即係江湖席較水嘅，或者是龍鳳。靈鳳。哦。呢是大張細張咯，呢是大張加細張，一背個山嘅，嗱個背哇，大機！我爭搬住江湖席嘅啦。要搬嘅嘛？即係能夠因為出入嗰啲嘛。冇舊應嘅是內張嘅冇開。舊應內。即係可能拆嘅落邊嘅。幾時用咧？即是人清明切過啦，咧會人買用普通嘅隻嘅咪用翻嘅咯。泡湯嘅時候未？湯色嘅咧。哦，即係泡湯啦。要靠，要冇靠，要。即係好茶啊！即係好要定好茶。我哋叫昂蛇子啊！哇，昂蛇子係咩？昂生錢咯。昂蛇子係做咩嘢？即係人擺做生用嘅物件。變咗咯，未必是冇定花水。要寫嘛？消災平安，昂蛇極樂。哦，你個可以曱甴，我接旗咗咯。即係我專門是上冇上票。上嘅冇上白頭，即係冇白頭嘅咯。即係呢本是昂蛇子啊！冇白頭嘅咯。誒，我哋啲冇上嘅嘛？我啲冇上，梗係真冇上。對，冇上過啲啲啊。生嘅子。然後後尾個被香，後尾個冇香。即係你得睇啊？旺生錢。冇，啷學叫還得叫啊？昂成子。昂成子，我能做即係直播，嗰啲是講嘅話誒，因為每期係等緊少年機冇咩有讀即係學經字嘅咧嘛，咁叫名。讓後講嘅，讓來教讓後邊物件，讓後。冇事啦，然後講就冇事。冇來教，伊唔知咩物件，咩後教就講嘅，我一定係咩物件，等你哋後嘅要經嘢講出來，伊物件往哋後嘅出來。所以我能特別少年機特別學特步。昂成子。感謝，有兩個嚟切掉攞線去啊，線料嘅教官，線料胡影嚟教，唔知胡影嚟教，蘇友嚟教，蘇友嚟教官，啊，感謝，誒，這是貴邊啊？即要，即叫咩？要曉啊？那個要曉啦，他曉誒，他曉，茶曉，哦，他曉，你曉起來都貴 N， 哦，翕相誒，他曉。哦，哇！即係多啲。你係識講時你做線料嘅直播咯，使本啊嚇。感謝。香，即係覺得香上時裝嘅香係嗬。冇上嘅，覺得不是香，要搬成謝裝嘅。你識講我聽冇啦，要啊，係咪茉莉花嘛，成謝裝嘛。冇上味啊！呢冇上味啊！呢味所冇上。要話香，冇落香。嗱，呢個online香啊！這是online香啊！哦，這是古早嘅人嘅叫咩啊？香薰啊！香薰係咩？佢哋人啲厝裏邊點隻啊，有喺裏邊所。essence，但用香嘅古早。incense。OK，這是金條啦。這是清明咁樣。哦，個衫恤，感謝。嚟我同佢個行，Vivi 話我嚟尋問啦，你去 video 呀？對。哎呦 ，FB color and beat。食嘅啦，青。烘梅女嚟嘅。誒，即係特別留票頭咁啊！小杜拜類哦。啊，小杜拜，咱去成去食成有。食梗係冇理。咱去成去食成。我大意講啦，會未必叻。咱去食成嘅到底嚟？哦，個 spot 最新款式啊！我能當劍要去成隻成啦嚇。哦，整個冇上大本，呢個別這本別線了。比基尼。誒，還沒來，呢個鋪。這是還沒物件。攰攞紙，這是俾學住住，學下面幾時呢？學住住嘅。按作用。嚇？鬼菜咩？哦，你點實馬蛋啊？鹽菜啊，學鹽菜啦，學鹽菜嘅，因為馬蛋。掂嘅啦。哦，
哦，對咯，無燒嘅啦，即係甜嘅啦，即係出酸是甜嘅啦。我出酸是哦。哦。你食咩物件咧？好料大包啊！大包。大包看起來成間 Big Mac 嘅呢。出名小巴都有。出名小巴得咯。整啊未了未，咱去食先，我驚我無肯食。應該了。你咁樣去，我美國來嘅。咁樣去。伊講有可能會了沒有？咱咁樣去食去吹小巴先。伊講有可能會了沒有？喲，淡，喲。OK 來啊，行出來。要吹小白食，正時來食物件，為了往等於行過頭前有水蛋啊，有咖喱麵啊，冬陰麵，過去，先有麵包，不煎物件。成間都真係冇得到離地咯。係咪？感謝變到去小金爪。對。啊，個甘蔗水，仲個甘蔗水，我要食甘蔗水係定？小白成個時到啲黑餅嘅，我哋吹小白看吹掉。小白嗰期個，呢個賣餅係大本。喲，唔通噃。我看下地方是個有個啦，小白。誒，哦，到啲黑餅喂，啊點解看到啊黑餅？啊，一邊來，我吹無。這是隻要緊嘅就吹到小白，唔知個有，但我看到落地，出落地。咩？其實嗰部關真係做喎，小白狗嚇有個，哎呦，不了啊！哇，雞姐，阿龍咁樣翕相誒？你俾用 iPhone 翕喎？我翕咗我手度都上 iPhone。係 OK。這小白，這是出名是大小白呀？這是出名小白精，是條路出名小白啊？快關相。美容香。啊，拍廣告誒！我俾食，我到底邊個？對嚟，我聽人講出條路真係好食嘛？誒，俾。如果俾係咪小白？個俾係咪個啦嘛？八卦。叉燒。個腸。腸。係咪報啊？我是internet 誒電台啊。有一個小白咯，即係我背小白，我唔知係安怎叫嘅？安怎叫？一斤就借。3個個度了。你背只加ring嘅嚇？OK。估冇呀？雜項啊。那這。估咧往晒啦，就接。佢切我嗌卡要嘅。啊。那冇只。一半仔喎。一半你只可夠只啥咧？特別估參。哎呀，話嘅了嘛。特別我見這會使啦，這會使參佢哋我見食。啊，你見食啦。3塊呢那有。啊。到。那你要只4塊，那只。我知。我知。翕啊。得咯。只望落你愛只。係。真係 fresh。呢度點解天地樣啊？我這邊嗰個特個，我愛腸。歪住你，係咪唔係啲白嚟啊？八卦。你是八卦。這個冇是八條。條啦，這咪是八條咯。呢個都叫八條啦。冇攞粒一條。冇攞粒嘛，即係攞粒嘛。嗰啲博山。阿姊你名咩名啊？嗱，我名咯，美這是你名啊？美容香啊？切掉了美容機。美容機啊，人叫你咩名啊？美容啊。
即攞康嚟要，誒，喺參咯要，參啦參。嗱我度面攞整啦，嚟一個秒，嚟，好樣點啊，就是。啊呢啊，這裡啊，這裡啊，這樣，我食，咁學你先。呢隻字啦，喺小白，呢隻字啦。我計件事無夠咁有冇㗎？ ，3塊就得啦。冇我計事伊白虎來，翕小影有無？美容紙啊。啊，無美容紙加美容紙會小白。我袂。個10塊夠少哈？我愛食。其實伊個小白真好食哦。我走。你有冇食過啊？唔。咩嚟講個冇物件？我來講。你形容者，伊小黃之後啦，嗬，是唔是上架炸起、擺起來，花餅一禮拜了，正正只冇啉到白罐豬了，後一陣啉到白罐豬，伊一種天生歡喜嘅感覺，隻吞落去，連巴咁麻都未治呢。其實嗬，我講啦，伊個小白咧是爆落去咧，會起鹽嘅。我起鹽。因為伊個皮加咖喱，大媽可以錄一未啊？大媽我叫佢錄啊，大媽叫。我叫佢做啊。如果是特定做朋友啊，是你打。節嚟接啊！哦，特節嚟接下康妹啫。你叫咩名啊？伊人叫咩名？老啊，你是特節嚟正節啦？我特節嚟俾哦。特節嚟咩啊？Every day, every single day 啊？One week 有最少4個擺啦。4個擺。我做工一邊啊。哦，你是看特擺嚟俾是俾隻咩？食伊小包。隔日食小白，咱你食白行哦，腸啊，係咪無？你隔日食小白。你自己食家都未知啊。哦，你สุ家隻小白是係咪屬啊？做咩屬家隻伊小白？伊小包是講，多我方便買嘛。哦。炸起我特別炸起網上呢個好，你未食啊係咁。哦。特別唔知咩啊？嗱，一啲度啦，我翕。嚟10個嚟，OK thank you，攞表個字嘅。來，這10個。哦，對啦。清明嘅時候。10個。啊，咪學呢個，特啲這邊。地水嘅地。特別我冇記得做呢嘢，係你。我係條路過啦。啊，係你，我個愛卡油。我係食嘅咧。啊，你記得冇？幾個？即係淡薄咧。好，等。我係食個，我係食 fresh 嘅。你是我愛嗬？我食一腸。啲腸啊好食。我梗係見到我係烤，我嗰條。Radio, internet and radio. 呢個真係濟啊！因為有可能做較濟是人清明嘅時候可能。冇有炒。我食小白，脆皮。10個12倍咯。我個食小白。10倍就12。跟教練有一步都聽得到。大媽啊，冇教啦。你吹這美容節，吹一個水水油油的，我是覺得油油的。你配咖喱油油的，我無夾配的。我食一年，我看食一擺，就要食個好料啦，無。油油的，夾配咖喱。你讀我呀，同你讀我呀。來站冇。來，這裡7個。7個。你幾淡薄呀？我是交白金貴了。4個呢？OK，來讀我。
嚟插落去邊啊？差唔多係啊，我一地隻，嚟，我一地嚇，咁時啊，我磅咯，聽一倍，你話個水呢嚟翕隻，嗱都係，翕隻，會話係咪？係，切貨加個貨，有，叫我等磅咯，聽下，佢賠啦嚇，我聽下解啊，跟解，好了，讲来啊，姐啊，小巴来啊，小巴來啊，睇下先，後尾，這邊啊，後尾就好了。哎呦，係啊，佢哋呢個，按照你請嚟樽嚟，別人嘅冇樽，因為冇真係特朗都是對嚟日本嘅，請到我嚟樽。對，你個俾阿邊個？你俾把條哦。呢個個生等波啦，是咧，啲小巴少少就好了。呢個等波啊，嚇，哎呦，都差唔多啦嘛。參啲裏面啊，有把條係有，阿媽前一係本，我特媽有啊，特媽冇把條，啊特媽長嚇，唔使參啊，三把條咩？依叉燒好似哦，你叉燒只正喎，你叉燒只正，啊那油嘅冇，我杯油嘅買啦，油嘅冇咧，冇背啊，靠我等緊路邊啊！一參都要，啊差唔多佢啊，係啊，個 call 啦，嗱買雷餅，個 call。等緊路邊啊，係咪啊？而家我科就切，我諗等緊我咪邊個等緊路。哇！有人去借條隻啊，邊個？冇乜烘梅隻啦，嗱簽啊有冇簽？哦簽，個簽，有冇交嘛？等我俾烘梅隻。啊，咪呢依部冷嚟過啦，烘梅隻。都做落估啦，做落估。我諗啊，佢浸年一路，佢就你落，佢就你啦。沙汁，啊差唔多嘅冇嘅，住做。就落嚟揾做嘅啦，燒靚就做緊我見咩做緊樓，如果你燒靚，我燒靚啊，你關晒就試會，你都試會。冇啦，頭先未試你做。我冇啦啦十試你去，個見到出嚟冷做啦。啊有你做到你只是個見字冷鼻啊，是要參白冷嚟鼻。冇啦輪流啦，哦輪流只會驚，我就冇驚，哦，你雜貨金喎，你雜貨金入面係會嚟吹。特別這腳擺是擼啦。啊，哦，所以做啲厲害哦。呢兩時劇嚟飛，嗯。喂後生咯，我後生燒，自己燒。啊，聽出字。去美國讀冊都一樣，啊，大面隻股啦，十幾年啊。呀哦。入冇路，哇！要冇水嘅，要俾梳，俾梳我冇。擺垮掉要冇。一時冷鏡幫你冇。啊，那個這個呢？啊，即是落鹽。炸烘，落鹽佢烘嘅時候就結落咗。啊，我是落鹽啦，我是特擺糯米對嚟一擺，有時我是正，我是大啖就冇乜人，是隻蕉嚟整河地市嘅晚餐，有特人會介紹下嚟。咁做難啲啦。啊，OK，感謝下。冇英文叫人嚟教訓啊。啊，冇英文叫。叫呢個協啲就擺啊嚇，就擺部協啊協。一盤一隻咖喱哦，你知唔知？哎呦，一小白白嘅好食了，那是講啷，就咱有去到去條老板山咧，啷會使去吹迄個美容節，是美容美容節嚇，什麼講美容啊？唔係你去吹啦，吹伊時你講個定節美國來係一間嘢嚟做落葉，你烘梅伊嘅呢？你講下我就是特啲邊咧學見會聽到了，到底會去吹嚟吹伊美容。嚟教慣伊嘅小白，而家真係好了解家人，伊配計嘅當嘅小隻小條嘅不得有，配計家人佢冇個小減，แล้วลองขี่สิเราตัวที่ไก่ก้องไม่ยงจีว่าสิตัวที่เป็นได้เขาเก่งต่อเข้าไป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ซึ่งตัวที่ไรเก่ากวนหาเขาเนาะแล้วคนอีที่สองเนี่ยก็เขารู้แก่กุเต但是講攏最最被接落去聽我人到底七條來半山有做啥物物件咧，就接條收聽，下禮拜到底來找我人本來學嘅嘅節目接落去聽，我人這條食伊小白，食伊腸，加我過去買粿個對，我過去買粿，我食了即個小白啦，買了小白，所以我走去買粿，nhỏ nhỏ粿啦，แล้ว走去這嚟食物件是加微波話加每阿龍。個
ก็叫感謝水個，所以我特別接你去聽下禮拜要聽這個感謝水嘅歌，特別對嚟下禮拜，我讓便利學見.com 嘅網頁去聽，了OK 啦，下禮拜對啦，忙別記啊，拜拜。